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7公司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丁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民党的蒋万安当选台北市长，今仔日开始谢票，那民进党内开始咧找鸟车赛，不过陈市长强调落选的责任家己来担。18岁公民权的修宪法决无通过，民团表示可能阁继续进行宪法诉讼，修改选罢法也是阁再提出修宪法决。新疆有一栋大楼火烧，却因为严格防疫，害得10个人死亡。上海的民众上街头为新疆哀悼，更有人喊出爱习近平落台。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地方首长的选举昨结束，当选台北市长的蒋万安今仔日开始四价谢票。外界咧关注副市长的人选会是虾米人？蒋万安表示也搁咧规划。那民进党内开始咧针对落选检讨，甚至咧找鸟车赛。不过，陈市长强调，这个责任伊家己来担。所有的市民朋友，谢谢大家。当选台北市长，国民党蒋万安选后四价谢票，不过外界已经开始关心到底什么人会使进入小内阁，伊归是副手的人选。不过蒋万安拢也无讲，不过外界认为前高雄副市长李四川是稳重的人选，甚至连对手黄珊珊也被点名。我们都在规划，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专心在施政的推动。这一次大家可能很害怕、很焦虑，担心另外一个人当选，超越了他们对黄珊珊的肯定，这个我都理解。谢票行程看到不少支持者为加油，黄珊珊强调台北有34万外人，相信中间力量是这摆选举上大收获。民进党陈市长首度之前失败，有人感谢选民的支持，只是党内也掀起检讨的声音，甚至俩战犯。选前要提出一表中人的理论的卫福部长苏水元也被点名是战犯之一。我一向就是这样大人啊哈，家里做代志家里担了哈，那些事情就是，尤其我是选举的主将嘛哈，这一场我是主将，那当然哈一切我负责。追战犯的话，这我没有意见了，认为我必须要负某种政治上的责任，我也不回避了。那俩战犯党内也引起争议，立委何志伟来指控有误导入去竞选的决策内底才败选，更加点名黄成国、洪耀虎甲洪耀南这人。不过洪耀虎伫面册批评何志伟，伫后壁破坏设计陈市长，引发何志伟不断来回击，讲到自在人心，什么人有权利，什么人是操盘手，选票已经点出答案。记者综合报道。北台湾大饼盘，国民党的桃园市长当选人张善政甲基隆市长当选人谢国良今仔日马龙顶开谢票。不过，民众党的高虹安虽然是选调新竹市长，有关爱面对涉嫌诈领助理费的案件，若是一审判有罪，恐惊会互人停职，嘛有可能会互人罢免。徛伫车顶向支持者的手势道谢，以13万票差距赢对手的国民党桃园市长当选人张善政。早起9点为南区总部开始展开谢票车队扫街。对于桃园市议会拿赢席次并无过一半，张善政表示将来施政无分哪力。公共工程让我们市民安心。二方面，我们重要的政见希望大部分都能在今年里面就开始实施。我们正在多方征询人才，基本上也是放下蓝绿。同款将在地变那天的国民党基隆市长当选人谢国良，透早伫市党部主委吴国成陪同带领车队出发谢票。面对国民党籍议员为16席减为13席，伊并无真贵，国民党爱结合其他党也是无党籍议员，变作执政连平。那三将大型的做公益上电动汽车证件也一定会实现。不能够只为单一品牌来做一个最后的决定，但是国内的几个主要的品牌，我都会委托一个我委任的专家学者小组来完成。这摆话题上相关的，新竹市长当选人民众党高虹安，要过防控诈领立法院助理费案，北京已经分案调查，那一审判有罪，恐惊面临停职。民进党团总召郭建明也伫面册发文，伊是不是搁当选也唔知引起关注。如果说现在要因为政治的追杀、政党的不同而要去发起罢免，我觉得这是对市民朋友的一个非常不尊重的一个事情。民进党第三季摕到5冠旗，创党以来上差纪录。党内拢是检讨的声音，立委可递价入围，内阁恐惊需要小跨改组，时间点可能落伫明年1月。林佑昌、地文产等人的动向真受关注。记者综合报道。
民进党即摆北台湾的选举输忝忝，民运人士王丹就表示，民进党应该爱骂醒，2024的总统大选会如辛苦。那华盛顿智库的专家葛莱仪嘛分析，台湾的地方首长的选举对内政的要义程度是赢过中国的威胁，所以无法度当作是总统大选的指标。9合一选举结束，民进党刷下了创党以来上惨的纪录，只摕到5个关区。民运人士王丹表示，民进党的支持者唔通伤绝望，也不过要警示2024选战会更加艰难。教训一次就可以了，再多教训的话，如果2024，那么台湾本土力量失去这个执政权的话，我个人真的是非常担心台湾会面临大陆更进一步的这种威胁。王丹呼吁民进党自今麦开始，都爱为2024保住总统，更加爱台湾的民众，唔通伤疏忽，表示台海紧张局势降温。六四民运人士周鸿硕也关心台湾选举，特别来台观选。学者分析，即摆民进党主打空中保台霸的时候，也不过国民党敢是会当延续。即摆大选的气势到2024也有待观察。无论对于执政党还是台湾民众，都是一个警醒的机会。那就是在2024的大选中间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整个选情，整个大家的印象呢，就转移到这个防疫过程当中一些不愉快的经验以及可能对于政府在处理当中可能存在过失的一种质疑所以我是觉得这是抗中保台会反而转到这个方向去。虽然中国国台办讲选举改革反映台湾求和平、求稳定、要过好日子的主流民意，也不过华府智库专家葛莱仪分析，地方选举多数关心内政，而不是中国。无法度作为2024大选的指标。记者综合报道。即摆选战焦点拢伫咧三大党的小战对象，地属关注政策为主的小党即摆拢失利，亲像基进党敢若2个人当选，时代力量派46个人，敢若6个人选调议员。时代力量的立委王婉如就表示，这是因党内决策的问题，宣布伊要辞掉决策委员的身份，嘛要求党中央伫爱检讨负责。那月7号公布制度下，台湾基进党高雄市议员当选人张博洋日前下晡出面谢票，强调坚持民主而且本土路线，甲民进党良性来竞争。台湾必须要能够像美国这样子，不管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都会是美国党执政，它都是站在美国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政党竞争。甲2018年无人调来比较，基进党即摆推出24位县市议员候选人，伫台南甲高雄各调一席，小可有收获。不过另外一个小党小民参政欧巴桑联名就全体来阵亡。时代力量相款惨败，8位争取连任的县市议员有5人落败，高雄林武凯就是其中之一。有位置的时候，我们当然在体制内进行监督。现在没有位置了，我在体制外面还是可以跟透过社会力量的结合，去行使监督的权利。时代力量的地方民意代表继续积极参与公共议题，不过即摆推出46位县市议员候选人，只有新竹苗栗台中甲嘉义调6席，其中中华争取连任的5位，大概差8票就当选，会申请验票。对落选前摆，时代力量立委讲，党内决策失灵，应该好好检讨。在决策委员会的这段时间，不论是对于时事的争辩，又或者是对于重大议题的回应，我们往往选择一个低调回应，甚至是不回应的态度。这无疑是让我们自己把时代力量推向了边缘。路线不平也无规步传领，和时代力量地方选举真辛苦，加上即摆选战的焦点拢伫个国民党甲民进党的恶斗，造成对小党优先的中间也是青年的选民无愿意投票。要安怎来防止政党内消息，也真侪所有小党爱共同思考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昨投票嘛进行18岁公民权的修宪复决公投，结果敢若摕到564万外张同意票，无通过。民团表示，接落来可能阁继续透过宪法诉讼，也是修改选罢法，甚至阁再提出一摆修宪复决公投，继续来推动。今日去青年民主协会办公室，壁顶是18岁公民权修宪的标记，桌顶是还未发掉的宣传单甲开线。8、9个月前提头到11月日达的公民复决，结果是无通过。就这民众伊个未有法来了解这议题，所以讲网络顶悬有足侪是毋是正确的，这讲
比如讲18岁当来选总统等等的这一些资讯，那其实人民其实对宪法也是无了解。这届合决同意票干那564万票，离通过搁差买400万票，整体投票率无到6成，互合决通过搁较困难。这个结果看伫已经为着18岁公民权拍拼足久的高中生眼内，嘛是真艰苦。当然啦，我们就是辛苦了8个月，然后看到只有这样的结果，昨天还是大哭一场啊，对啊。考笑了后，多位开表示，嘛会继续伫菜市仔宣传，甲欠的迄400万票甲救过来。另外有学者表示，这届合决结果其实是受到选举真大的影响。出来投的人，足侪感觉是足侪人都想要修理民进党，所以呢，投出来结果，足侪人出来投，但是投无同意，所以同意比无同意差1点仔尔。亲民协表示，未来可能会透过拍宪法官司来继续诉求18岁公民权修宪，嘛呼吁立委既然有共识，就要负起责任提释宪。不过吴柏宪是认为，若民众即阵拢拒绝这个提案，立法院甲司法院嘛真恶违背人民的意见。记者林书豪台北报道。国际防疫拢在放零，不过中国依然是严格的管控。前几日啊，新疆有一栋大楼火烧，至少10个人死亡。当地居民就批评防疫措施去阻碍着救援。这个事件慢慢扩大，在上海嘛有民众上街头为死者哀悼，甚至有人喊出爱习近平落台。大火为远远的大楼冲出来，会当听到有人大声喊救命。24暗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大楼火灾，造成10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当地居民批评是不当防控，阻碍居民逃生，甲消防车进入救援所造成的。那上海日暗是有市民组织举行浙江暗会，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者，甚至大声喊解放甲习近平落台。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习近平下台！中国坚持动态清零，一直要求核酸检测，引起人民真大反弹。篮球市也爆发几件民众上街抗议不办检测政策混乱，众人直接将路边的核酸检测点甲杀好倒，要求解放。核酸检测政策也伫各地带来乱象，有人为官楼往下面翕，民众真做一堆不时发出哀叫声音。踩到人啦！哎呀，踩到人啦！踩也是呀。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因为居民方标做是调配高风险人士，大批民众着急要做核酸检测，一列永利街路爆发小鸡小大事件，有人还阁方指甲拍伫涂骹，表情痛苦。鞋子都给踩烂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期针对所罗门群岛地震表达慰问，佢表示要帮助所国重建家园。对此，中国网友也拢真愤慨，批评国家最高领导人无慰问乌鲁木齐火灾，也不过这个批评伫网络上真紧红删除。记者综合报道。意大利出名的温泉观光景点伊斯奇亚岛日落因为落大雨引发水崩山，至少有8个人死亡，13个人失踪。另外，第二甲洛西亚的火山最近定咧活动，抑阁熊熊喷岩浆。两国为着要防灾，嘛拢动用无人机来监测火山。慢慢爬上楼梯，意大利的伊斯奇亚岛的居民伫警察人员的协助之下，为家园撤离，转移去避难所。意大利的伊斯奇亚岛过去是以区临海岸的景色甲温泉，正做有名的观光景点。也毋过日落透早的大雨煞引发土石流，互真侪居民未赴逃生，真侪人死亡失踪。Difficile da credere, cioè ha portato via macchine, ha portato via lampioni, ha portato via qualsiasi cosa. Ci sono delle macchine che sono messe in alto, di lato, e uno passando non si spiega come sia stato possibile questa cosa. 部分面体和土石流冲毁，阁有部分车辆一路互冲到海边。消防局出动70名消防员走找撤离当地居民，因为当地的大型机器无够，消防人员阁为外口用海运搬来几台怪手清理土石。根据意大利爱知新闻社报道，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表示，至少有8个人死亡。另外，阁有当地媒体报道，差不多有13个人互通报失踪。也毋过，即马拢无官方证实相关的死亡失踪消息。离附近上近城市那不勒斯嘛已经派出救援，也毋过天气无好，暂时真歹过去。
镜头刷去南美国家地理，当地维利亚利卡火山第2是熊熊一直喷气，隔当看到勇敢扑出地面，和当局救援警戒做黄色的警戒，甲距离火山口周围500公尺列作危险区。Un proceso de somerización o superficialización de su lago de lava. En este contexto es esperable que pequeñas explosiones se puedan generar y que estas explosiones emitan material particulado y rocas calientes o alta temperatura alrededor del cráter. 另外，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最近嘛开始咧震动，有可能会随时喷发，因为这个火山捌伫2019年3月喷发，当时的火山khu达到4500公尺悬。目前这两个国家为着要减压火山的动静，嘛拢用无人机继续监控。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转来看选举的消息，花莲县的副理乡长选举出现有候选人10月初时阵已经宣布退选，落尾煞搁当选的案例。选委会表示，依照选罢法是无退选的机制，不过若是当选人要伫时间内甲户口迁转来，无宣誓就职，自然就会办补选。47岁为北部返乡当花莲副理参选乡长的张永荣，突然伫10月初3向面册公布退选声明，内文公告是家庭因素，各种户籍刷出，想要到26投票结果，刷比争取认真的现任乡长，但因从关出10万外票。说退选，怎么又出来选，又他当选？说人还在国外呀，没回来啊，我不知道啊。花莲县选委会表示，选罢法无退选机制，张永荣经过登记参选，佮符合资格，依然是候选人。自行宣布退选，并未影响选举进行，也毋过爱注意宣誓就职时间甲户籍敢是伫这个所在。如果他未能在该地区这个涉及满4个月的话，这时候可能就会有地方制度法第79条第1项第6款的规定，那这时候上级机关就会依法解除其职务。如果说因故未能宣誓的话，是可以由上一级机关来另定期日办理宣誓，没有错。退选也还会当选，主要原因是支持者无放弃，组成后援会，继续这个复选催票，结果竟然当选。现在已经目前。他是一个合法的这个当选人，是。那后面他可能所要面对就是他选择就职呢，还是他可能要选择辞职？他如果选择辞职的话，那可能3个月之内我们就要办理补选。县选委会强调，若讲张永荣伫规定时间内无就职，也是将户籍刷回，副理乡将举办补选。另外，争取认真的现任乡长张永聪是无愿意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这届选举有真侪人是头一摆参战就当选，引起议论的亲像做电动直播的网红，也有牵涉到职棒假球赛主嫌，分别当选嘉义县市的议员。另外，长期为着身心障碍弱势来服务，搁捌为着拆迁户争议甲警察家，无当一个屏东县议员蒋月辉，伊嘛顺利当选。路边唱歌写票，蒋月辉因为将女警架着伤，捌登上媒体版面，无正当职员靠家己连任屏东县议员，也将我27万选举补助款全部捐助弱势。我觉得这个是奇迹啦，因为我在拜票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说你什么都没有，你一定不会当选的，而且还给我比这样。选情下换新娘衫，记录从7选前，电竞网红直播主某年灵希将名改做无分纳入支持性专区的色水电心节，参加嘉义市议员成功政治议会，也有职棒假球案主嫌，外号“女娃”的蔡正琪出卡了后，到伫嘉义县议员选举伫第4选区以上关票当选。他真的很高兴，很谢谢大家对他的肯定。民众党新人学者黄静莹头一摆到6选前，伫台北市18选区摕到第1名成绩。觉得很像做梦一样，因为从来没有想过，本来自己预估自己应该会在中段班左右的成绩。在台湾民众党的这个部分，有很多的素人，有很多的年轻人，大家是第一次出来，我觉得能有这样的成绩单，算是蛮漂亮的。除了黄静莹，郭家军也当选北市4席议员，变做议会第3大党会当组党团。市议会外省会像南营林祥吉、杨世道、另营林延峰、甲考月高、赵义雄等等，拢是以成人的姿态当选。也毋过反过来看，梁文杰、江志明、林水图、甲林永明等老将拢摔落尾。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今年的10大抗癌勇士，57岁癌症患者张玉珍，2当前得着脑癌，虽然开刀保住性命，不过是留真严重的后遗症，筋肉拢无力，敢若当倒伫病床顶。不过伊坚心复健，对伊的后生做训练，甚至搁去参加健力比赛，积极唔互癌症拍败。 对轮椅顶面豆豆爬起来，煞来行向前，并且徛上举教练台，双手划掉咧。听到指令了后，成功把教练举起来。伊是57岁张玉珍，因为长期头壳晕、头壳痛，行路会绊倒，就医检查查出是脑瘤，手术了后留下严重后遗症。 规身躯无力，必须在床。后来得到教练的后生练动力训练，成做台湾头一个建立3项比赛脑瘤的患者。还好有他们，还有今天，要不然我是一个瘫床的。要这个因为胃癌而甲胃拢切掉的杜景维，手术了后引发筋肉减少症、骹手无力这症状，接触太极拳了后，也去参加比赛，得到冠军。我试着去尝试运动，可是。 因为我肌少症，然后血糖过低下，我选择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太极拳，用非常缓慢休闲方式，身体状况逐渐的康复。癌症伫国内已经连续40年是10大死因的第1名，不过随着医疗进步，癌症死亡率下降21%，死亡的年龄也延慢6岁。即要经过治疗，绝大多数病人也是会使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我们过去就是重点就是放在手术、放射治疗、化学治疗，现在有了标靶药物，有了免疫疗法、免疫抗体或者免疫细胞治疗，使得整体的癌症的治疗的成果非常的好。 赖基明表示，癌症无可怕，就算得癌，也是有真侪医疗甲优质的照护系统，互癌症慢慢变做慢性病。一位探索发现，及时接受治疗，甲癌症共存，相款会使甲生活过较精彩。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明仔载天气水气会比今仔日搁较少，天气嘛较烧热。不过拜二暗开始。 东北季风变强，锋面通过，北部的变天反冷，气温会降到16、17度。按算拜四透早就上冷，不过日时的气温会慢慢回升，拜五的低温就恢复到有20度。再回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为20度到30度。 中部地区为20度到31度，南部地区为21度到32度，东部地区为21度到29度，外岛地区是17度到27度，抑阁有未来3天的气象。 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